大家好，歡迎嚟到矽谷雜誌。今集嘅主角穩定幣，有人形容佢係加密世界嘅美金，好似 Walmart 同 Amazon 嘅巨頭都想發行自己嘅穩定幣。究竟穩定幣係咪真係咁穩定？佢又可唔可以取代我哋日常用開嘅 Visa 卡同銀行匯款呢？今集我哋會拆解呢個加密世界嘅新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記得撳 like 同訂閱支持我哋。簡單嚟講，穩定幣係設計嚟保持穩定價值嘅加密貨幣。佢嘅價值通常會錨定一個參考資產，最常見嘅就係美元，維持住1比1嘅匯率。咁做嘅目的就係為咗解決比特幣同以太坊呢啲主流加密貨幣價格波動太大嘅問題，令佢可以真正用嚟做支付、匯款，甚至成為連接傳統金融同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嘅橋樑。穩定幣嘅種類有好多，最主要可以分為幾種。法幣抵押型穩定幣係最常見，佢哋由等值嘅法定貨幣，例如美元，儲備作後盾，好似我哋最熟嘅 USDT 同 USDC 就係呢種。USDT 喺2023年嘅市值超過800億美元，但佢嘅儲備金透明度一直備受爭議。而 USDC 就係由 Circle 同 Coinbase 發行，定期接受審計，被認為係更透明、更可靠。加密貨幣抵押型穩定幣呢種係用其他加密貨幣做抵押品，例如 DAI， 佢用以太幣等資產做抵押，而且係超額抵押。例如用價值1.5美元嘅以太幣去抵押發行一個 DAI， 咁就算以太幣嘅價格下跌，都有緩衝空間。演算法穩定幣就係最高風險，佢唔靠任何儲備金，而係靠演算法去自動調節供應量，維持價格。呢種模式嘅代表就係當年惡名遠播嘅 Terra USD， 佢喺2022年5月大崩潰，價值幾乎歸零，市值瞬間蒸發咗400億美元，搞到成個加密市場都震盪。商品抵押型穩定幣呢種就係用實物商品，好似黃金或者石油做抵押，例如 Passgold， 每個幣就代表1安士嘅黃金。咁穩定幣點樣維持穩定呢？主要係靠一個錨定機制，例如 USDC， 如果市場上 USDC 價格高過1美元，發行方就會增發新幣，增加供應，令價格跌翻落嚟。如果低過1美元，發行方就會收回同銷毀部分供應，減少流通量，令價格升翻。穩定幣嘅用處其實非常廣泛，佢可以喺全球範圍內進行即時轉賬，費用比傳統匯款平好多。喺通脹高企嘅國家，好似委內瑞拉同阿根廷，穩定幣甚至成為咗當地人儲蓄同保值嘅工具。去到2023年，全球穩定幣總市值已經超過1300億美元，每日交易量高達500億美元。喺 DeFi 世界入面，90% 嘅交易都係用穩定幣完成。不過穩定幣都有佢嘅風險，例如脫鈎風險，就係呢個幣嘅價格偏離咗佢錨定嘅價值，好似 UST 崩潰咁。另外，好多穩定幣都係由中心化機構發行，如果佢哋嘅儲備金管理得唔好，同樣會帶嚟風險。成功嘅穩定幣需要同時具備信任、監管同技術嘅3重保障。從技術同錢嘅角度睇，穩定幣確實有佢嘅優勢。喺結算時間方面， Visa 通常用 T+1 至 T+3 入賬俾商戶，如果係跨境交易，結算時間會更長。而使用穩定幣交易，一經區塊鏈確認之後，轉賬可以喺幾秒鐘到幾分鐘內完成，商戶嘅資金會更快落袋。手續費方面， Visa 同 Mastercard 手續費一般係1至3%，另加固定費。而如果使用穩定幣，手續費通常只需要0.5至1%，再加上幾分到幾毫美元嘅網絡費，整體手續費明顯較低。對毛利薄嘅行業嚟講係一個吸引嘅選項。全球商家每年俾 Visa 同 Mastercard 嘅交易費高達2000億美元，如果轉用穩定幣，可以節省50%到90%嘅成本。發行穩定幣嘅公司可以通過賺取儲備資產嘅利息，而用戶都可以喺 DeFi 協議入面賺取比銀行存款高得多嘅利息。智能合約令到條件式支付、託管、拆賬、訂閱自動化變得簡單。穩定幣冇國界限制，適合跨境匯款同平台經濟，甚至連全球17億個冇銀行戶口嘅人都可以用到。所以喺跨境匯款、B2B 結算、創作者同小額內容支付等場景已經具備明顯優勢同實際採用。咁樣聽落好似好完美，但穩定幣同樣面對住唔少技術挑戰。喺交易處理量上面，新一代嘅公鏈例如 Solana 標稱可以高達6萬幾 TPS。Ethereum 嘅 Layer 2亦都可以做到幾千個 TPS， 而 Visa 每秒鐘可以處理超過65000宗交易。如果要取代 Visa， 穩定幣需要利用能夠應付高交易處理量嘅公鏈，唔同區塊鏈之間嘅穩定幣唔可以互通，跨鏈橋又容易被黑客攻擊，保管私鑰、處理複雜嘅錢包操作，對一般人嚟講都係一個大嘅門檻。黑客攻擊同系統故障亦都時有發生，相比起 Visa 近乎100% 嘅 uptime， 仲有一段距離。另外亦都有喺金融可行性上面嘅挑戰，對用戶嚟講，碌卡大致係零交易費，成本藏喺匯率差、年費、
同利息，而使用穩定幣就需要自付小額鏈費，發幣出入金亦都可能另外收費。而對商戶嚟講，建立穩定幣系統需要幾千萬甚至幾億美元嘅開發、審計同合規成本。各國政府對穩定幣嘅監管態度仲未明朗，好似歐盟嘅 MiCA 法規就提出嚴格要求，唔遵守規定可能面臨巨額罰款。Visa 嘅網絡擁有25億張卡，建立咗一個巨大嘅網絡效應，而穩定幣喺零售領域嘅接受度仍然好低。總結嚟講，穩定幣短期內唔可能取代 Visa 呢啲支付系統，但喺跨境匯款、B2B 支付呢啲領域，佢已經開始冒起，甚至搶佔咗10到20% 嘅市場份額。隨住區塊鏈、穩定幣越嚟越普及，相信我哋會見到更多商戶會提供穩定幣或者其他使用區塊鏈技術嘅支付方式。點解好似 Walmart 同 Amazon 呢啲零售巨頭會對採用穩定幣有興趣，甚至考慮發行自己嘅穩定幣呢？佢哋咁做其實係出於幾個戰略考慮。喺成本控制方面， Visa 同 Mastercard 向商家收取高手續費。Walmart 每年有6000億美元嘅收入，如果用自己嘅穩定幣，可以節省幾百億美元嘅手續費。呢個係一個巨大嘅誘因。透過自家穩定幣，公司可以掌握更直接嘅客戶交易數據，用嚟做更精準嘅營銷。佢哋仲可以將穩定幣同會員積分、優惠券綁定，增強客戶忠誠度。Walmart 其實一早已經用區塊鏈嚟追蹤食品供應鏈，發行穩定幣可以將呢種效率延伸到支付環節，加快結算速度。喺呢個加密貨幣日益普及嘅時代，發行穩定幣可以令公司喺新技術浪潮裏面佔到有利位置。但要發行自家穩定幣並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初步估計，發行穩定幣需要投入5000萬到5億美元。呢筆錢主要用喺技術開發、合規同儲備金管理，仲要應對全球唔同國家唔同嘅法律法規。喺美國，單係取得匯款人嘅牌照都可能需要1-2年。所以雖然發行自家穩定幣對呢啲巨頭嚟講係一個極具吸引力嘅戰略選擇，但由於佢高昂嘅成本同複雜性，大多數公司都係傾向同現有嘅穩定幣發行商，例如 Circle 去合作。咁現時有冇穩定幣支付嘅成功案例呢？答案係有，而且仲唔少。PayPal 嘅 PYUSD 係一個好重要嘅案例。全球支付巨頭 PayPal 喺2023年8月發行咗佢嘅穩定幣 PYUSD， 直接集成到佢嘅 App 裏面，可以用嚟支付同轉賬。佢嘅成功在於利用咗 PayPal 龐大嘅用戶基礎，將穩定幣帶入主流。摩根大通銀行喺2019年推出咗 JPM Coin， 佢係一個專為機構客戶設計嘅私有區塊鏈系統，用嚟進行即時跨境結算，每日處理超過10億美元嘅交易量，大大縮短咗結算時間。而 Visa 同 Circle 嘅合作方面，與其被穩定幣取代， Visa 選擇咗同 USDC 發行商 Circle 合作，令發卡機構可以喺 Visa 網絡上面用 USDC 進行結算，令加密貨幣支付變得無縫。而其他案例，例如喺通脹嚴重嘅拉丁美洲，好似電商巨頭 Mercado Libre 嘅支付平台 Mercado Pago 就已經集成咗 USDT 同 USDC， 幫助當地用戶喺高通脹環境下進行交易。當然亦都有失敗嘅例子，例如 Meta 喺2019年雄心壯志嘅 Libra 項目就係因為監管壓力而最後失敗。呢個例子話俾我哋聽，喺呢個領域技術固然重要，但合規同政策亦都係決定成敗嘅關鍵。穩定幣唔單止係加密世界嘅美金，佢融合咗區塊鏈高效同傳統貨幣嘅穩定，成為咗金融世界嘅一個新拼圖。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如果你對區塊鏈或者其他科技有興趣，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聽。希望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支持我哋製作更多科技資訊影片。我哋下次再見。